圣经故事新旧约台湾教会公报社印1954年，西面的赞美歌。早时的人虽然参与主耶稣基督要来世间，到伊个人来了的时，真少人看见伊。总是伫遮至少有两个有信心的老大人，就是到吞吞听候的西面，伊是义搁敬虔的人，甲一个老的妇人人安娜，伊服侍上帝，无离开殿，禁食祈祷，暝日地服侍。耶稣出世经过无几礼拜，40日后，约瑟甲玛利亚就抱伊到圣殿，就是上帝的厝，将伊献予上帝。拄当伫遐，因甲一个通敬听的老人西面相见面。老人一个见到婴仔，欢喜到袂顾得。结局伊明白，这个婴仔就是伊久久所等候的，也实在这是上帝极大的拯救。伊捌得到圣神指示，在伊还未死，要大声看见主的基督。呾已经互伊看到婴仔耶稣啦，呾通得到透放，平安来离开世间啦。迄时西面用手指婴仔，学了上帝，祝福婴仔。这光景真好看。伊安尼讲，上帝已经被办拯救，就是光照伫世间黑暗的所在。做以色列百姓的拯救的，也要互济人心内的念头露出来。